这就是我真久以来的梦想，坐阿拉伯芳船，行过让一百的海岸，这一定是上出名的一个芳疗岛屿。几百年来，伊一直拢是真侪条贸易路线的交流站，连接非洲、亚洲、印度甲中东。我开始充满历史意义的旅程，这实在是足赞的呢！芳疗之路毋那是一场感官的旅程，即阵我应该讲毋通伫厝内饲哦，我应该冻无偌久哦。有够囡仔性的，毋过我介意。请甲我做伙来去芳疗之路大冒险上尾一段的旅程。出发啦，船长！去芳乡前行，芳茶就展开啊，多谢。